继续要来讲，即摆伫个网络顶找头路陷阱真多，一定爱再三纠正，小心搁小心。有诈骗集团伫个面册写讲要请人，一个月薪水18万，只要来公司，就先互你2万块。遮尔好康的头路，随都有人去互城去咯。但是一到面试的地点害咯，假金铺身份证拢互摕去做人头口做，搁互掠起来关。上尾也真无简单，找到机会传消息，互朋友喊救人，才互救出来。快点啊！房东已经要来开门了啊！我自己先开啊。员警甲套房的大门围起来，要求厝内嫌犯好好配合。里面来开门，等一下破门哦。诈骗集团的成员总算甲门拍开，厝内少年人个无要无紧。Hello， 帅哥，来，椅子坐着。嫌犯看到警察才无遮尔嚣摆，厝内3位被害人总算互抱出来，才留下放松。有4个小朋友啊，他们还住在里面，还都没出来啊，叫东西而已啊。他们看他带你出去，那这边都是那个背包客来住的。事发伫台北市大东区这栋大楼，嫌犯做套房，甲这当作犯罪地点，伫面册秘密社团找人，讲疫情严重，敢烦恼找无头路。互你一个机会，家己把做工课一期18万包遮大，只要来公司就先摕2万的薪水。等被害人到指定的地点面试，包括口座、手机身份证拢互没收，摕去做人头口座，搁还是互关伫小房间内6天。依现警方将诈骗集团共事人逮捕侦办，警方讯后全案依妨碍自由罪、诈欺罪、强制罪移送台湾士林第1方检察署侦办。双手互铐起来，全部拢互掠起来。警提醒，最近国内外有真侪网络求职的诈骗案，若是有看到来源不明、找人的广告，上好是爱更加细致。毕竟天下间真正无遮尔好康的代志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